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鄭義無傳道。今日所讀到嘅經文係記載喺哥林多前書6章。我哋先安靜閱讀今日嘅經文啦。延續住第5章，保羅繼續回應住哥林多教會種種問題。喺呢一章保羅因應住喺佢哋當中有彼此相爭，行種種嘅不義同埋污穢淫行呢啲嘅事情作出回應，提醒信徒佢哋咧係神重價買回來嘅，所以神要喺佢哋身上榮耀佢。1至8節，保羅勸誡佢哋不宜爭訟，佢喺第1節就直接指出佢哋嘅錯謬。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，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，不在聖徒面前求審？當時哥林多教會係好受住希臘愛好智慧辯才嘅文化所影響，佢哋以擁有好嘅口才嚟引以為傲。但係保羅認為喺教會裏邊呢啲係唔合宜嘅，尤其係喺不義嘅人面前求審，而唔喺聖徒面前求審。經文咁講，難道你們中間找不到一個智慧人能夠審斷弟兄嘅事情嗎？保羅指出，佢哋彼此告狀，仲要喺不信主嘅人面前去告呢，呢個已經係佢哋所犯嘅大錯。接住保羅繼續指出咧，佢哋不情願受欺同埋吃虧，倒要欺壓人同埋欺負人。呢種嘅不情願吃虧嘅心呢，亦都會影響住佢哋要喺爭訟裏邊呢去勝過對方。9至11節，保羅指出，行不義嘅人不能承受神嘅國。面對佢哋教會之中弟兄姊妹所行嘅種種不義呢，保羅提醒佢哋，行此等不義行為嘅人呢係不能承受神嘅國。提醒佢哋，從前有嘅，如今已經奉主嘅名，藉住神嘅靈，已經被洗淨、成聖同埋稱義。12到20節，保羅提醒佢哋要喺身子上榮耀神。呢部分呢，保羅係回應住哥林多教會裏邊有啲嘅肢體有淫亂同埋行淫嘅問題。開始嘅時候，信息比較含蓄，佢以凡事他都可行，不過亦都唔會受住嗰啲嘅事情轄制嚟開始。接住第13節講到食物同埋肚腹，神要兩樣都敗壞。之後信息就直指向淫亂嘅問題。保羅以信徒係基督嘅肢體同埋聖靈嘅殿嚟回應呢個問題，提醒信徒喺眾多罪裏邊呢，係唯有行淫係得罪身子嘅。聖靈已經係住喺信徒裏頭，身子唔再屬於佢哋自己，佢哋嘅身子係神重價買返嚟，所以神要喺佢哋嘅身子上榮耀佢。我認為呢段嘅經文有以下3點係好值得我哋今日所學習。第一，願意吃虧。我哋現今嘅社會咧，可能係有別於哥林多教會，今日係好重視個人主義，重視自我嘅感覺同埋利益。當遇上吃虧嘅事情便會咧憤憤不平，自覺好受委屈，可能會揾一啲嘅未信嘅家人啦、朋友啦去審斷、去評論呢件事。更嚴重嘅，可能都會對簿公堂，或者揾一啲嘅傳媒咧去評論事件。第二，我哋要自潔。保羅提醒我哋不義嘅人呢係不能承受神嘅國。我哋亦都唔好自欺。我哋已經係藉住神嘅靈咧被洗淨、成聖同埋稱義，就當去依靠聖靈去學習點樣過聖潔嘅生活。第三，以身體榮耀神。我哋嘅身子係聖靈嘅殿，已經與基督係同一，係一同聯合，與主咧成為咗一靈。我哋要謹記，
唔好敗壞肉身，因為神已經用重價去救贖咗我哋，要喺我哋身上去榮耀佢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嘅經文可以讓我哋睇出，當我哋遠離神漸漸又變得好似以往一樣自我中心，我哋同埋我哋嘅信仰群體咧就會變得好受住社會文化、世界價值同埋一啲嘅邪情私慾所影響。我哋已經係聖靈嘅殿，已經係基督嘅肢體，就當學習依靠聖靈過聖潔嘅生活，盼望我哋咧都能夠活出基督徒新生嘅樣式。正如保羅喺哥林多後書5章17節咁講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我哋同心祈禱，救贖我哋嘅主，感謝你拯救咗我哋，讓我哋得享作你兒女嘅名分，讓我哋咧因信你愛子嘅名而稱義，得承受天國。求你憐憫我哋呢啲頑劣嘅民，時常眼目離開咗你，可能犯罪得罪咗你，不知不覺又落入自我當中。求你赦免我哋，讓我哋咧都能夠靠住聖靈過聖潔嘅生活，活出新生嘅樣式，榮耀你嘅名。我哋咁樣祈禱，乃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